期维吾尔大学生暴露家庭情况。中国留学生穆罕默德在社交媒体上暴露了其在东突厥斯坦的家庭所受迫害。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省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穆罕默德说：“当我离开家庭时，我家乡的局势非常危险。我在这里读书，借着我在国外读书为由，中国政府未经法律程序任意抓捕了我无辜的父母和同胞。”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的图片。世委会代表在美国大会参加发布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会议，会议上提出了东突厥斯坦的最新情况，并讨论了解决方案。中国对5国发出警告。中国外交部对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国开展情报分享，并对中国的报道发出警告，呼吁各方面放弃冷战思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卢康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过时观念，不要试图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世行行长将缺席沙特投资大会。世界银行行长将缺席沙特阿拉伯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沙特的2018年未来投资倡议大会将从本月23日起在沙特首都里雅得召开。世界银行一名官员周五证实，世行行长金勇将不会参加沙特投资大会，原因是该大会日期与金勇其他行程安排有冲突。金勇原为沙特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演讲嘉宾之一。俄罗斯与英国外交危机。俄罗斯与英国之间发生新的外交危机。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亚历山大·雅克凡科表示，今年3月因斯克里帕尔中毒案被英国驱逐的俄罗斯外交人员仍不允许返回英国。他说：“由于英国政府不允许我们的外交人员返回英国，我们无法填补职位空缺。”